我甲你讲，咱平常时买回来水果，外口是毋是这种水果的网套？我甲你讲，做好用哦。这好用，我较早拢捡过起来就弹掉啊。无，我甲你讲，这呢，譬如讲，你看水果起来，伊是一个圆壳啊，对无？啊，咱来甲交开，来，你甲看交开，我甲你讲，偌好用的。交开是毋是安尼一张？对啊。对，啊，你头讲你是毋是对会惊出来骨骨的？你是毋是用这骹踏布啊一条毛巾，你就怎啊铺伫涂骹？啊，你怎安尼甲铺伫涂骹，算卖骨，对无？做骨对无？来，这个你甲铺伫下骹，啊，你毛巾若较大条，你个较要加2、3块。你啊看安尼来铺起哩，稳达达拢袂骨呢。你看卖，是毋是？做稳对无？你甲看即地吼，真正做好用。比如讲，我平常时若伫厝咧煮饭啊、切菜，你这菜点放伫这桌顶吼，有时若搁有水，你安尼切，菜点会骨啦。对。啊，无小心咧，搁会剁着手，嘛是危险。这嘛是共款，做好用的，你甲铺伫下骹，你看，是毋是做稳？你试看卖拢袂骨，真正做稳对无？唔捌看过，这会使安尼用。